我是孙命。嘿呀哈哟安哈呀，嘿呀哈哟安哈呀我安，呜啊哎呀我哎呀哎呀我安，哎呀哈我哈呀。嘿呀哈哟安哈呀，嘿呀嘿呀哦哎呀哦啊，呜啊哎呀哦哎呀哎呀哦啊，哦哎呀啊哦哎大家晚好，我是署名，来自阿美族，然后今天哪里好？今天穿的是阿美族男生的礼服，你们太靠近了，好紧，好紧张。好，还可以接受吗？刚刚的组合。今天为大家准备的是比较不一样的原住民的音乐，刚刚唱的是我们今天晚上最安静的歌曲，所以你们有心理准备了哦。我知道原住民都给大家很淳朴的印象，
但我今天不是来污染啊，今天是要来那个给大家不一样的感觉，然后有 DJ 有电吉他，我们今天反正清大都被禁酒了，我们来用个夜店。夜店哦，很淳朴的夜店好不好？很淳朴，一样保持那个原住民的淳朴，但是夜店，等它灯光可以暗一点点。对，暗一点点，这样看起来朦朦胧胧的，看起来比较帅，比较美。可以吗？准备好了，原住民的夜店趴开始了！暗一点了。尖叫声！
哎，不要停啊！
了，不闹你们了，你们都不会动哎，你们人家在看电视呢，又不能转台，你在看我们严肃民频道。你奇怪，你们一听音乐怎么都不会动啊？有动吗？动脚趾头，看不到你们了。好啦，我马上改歌单了，我们就回到那个很淳朴的状态了。为什么？主叫你们不会这种的。好，刚刚这样唱下来，我会不会觉得像来到那个巴西还是南美洲的夜店走错了？好，其实我一直在做很多不一样的尝试。我觉得我虽然是原住民哦，就今天也是带我们自己的部落的青年一起来，然后当然我们不是原始人，懂了有的意思吗？就是我们活在当下，然后年轻人一直很欠缺自己表现的机会。虽然我们唱母语，大家可能都听不懂，但是我觉得有一个大家可能会熟悉的方式，就用电音这样之类的。当然，我觉得人类寻求发展的方式很多啊。我觉得原住民一直是站在最角落的默默付出的一群人。然后最近很多纷纷扰扰啊，我觉得当然 BOT 或者什么绑合很多，在我们原乡也有类似这样的事情发生。当然，我只是想说，如果要 BOT， 那交给我们嘛，我们至少是当地的主人，我们不要盖高楼大厦，我们用茅草屋的，整群的茅草屋可是有 WiFi。WiFi 算了，上面还有太阳能发电板，哇，很先进的茅草。又环保，你说茅草屋怕台风，对，它很怕。不用，因为茅草屋跟人一样，一年之后都要换肤的，然后要换肤的，它跟人一样会换肤，所以吹垮了没有关系，重新盖啊，这样传统技术就不会流失。好，讲道理了，讲太多了，不好意思，主办单位给我们的时间有限，教大家唱歌好不好？灯光师我们就开亮一点好了。现在是教会，人家都差不大，不好意思啊。好，我想要教大家讲一句很简单的，可能也很实用的一句阿美族语，除了你好、谢谢、对不起以外，这句话我觉得你应该也用得到。这句话是阿美族的“我爱你”。听过没有？有的人没有听过，可能听过英文，还是日文、韩文，还是法文，可能没有听过阿美族的“我爱你”吧？很简单，我教大家讲阿美族的“我爱你”叫马乌拉海达古迪苏阿纳。很简单吧？来一起讲一次来。然后看到你啦，就代表你们还有学习的意愿啊，不错。好，马乌拉海嘎古迪苏安那其实，在阿美族来讲说，要教你们啊，对，要教你们。我不是很好的老师啦，我试着把它拆成简单一点。马乌拉海是喜欢的意思，马乌拉海。嘎古呢？嘎古就是我。马乌拉海，嘎古，对，嘎古。然后后面那一句底苏阿难，底苏阿难就是你的最高级啊。所以整句话其实我只喜欢你这么一个，有没有？通常讲“我爱你”3个字很简单，英文也很简单 ，I love you，I love you， 1秒钟就讲完了，对不对？可是阿美族说“马乌拉海嘎古迪苏阿难”，如果你
吸引的那个对象愿意停留那3秒，很耐心的听你讲这句话，代表他真的爱你，懂吗？好，用讲讲来的是马乌拉海，拉布，比苏阿难，马乌拉海，拉布，比苏阿难，连在一起，马乌拉海，拉布，比苏阿难，来，马乌拉海，拉布，比苏阿难 ，Me too。好，这样搞好有一条啊。我们用唱的好不好？我教他唱。Maulah kaku, maulah kaku, maulah kaku di sana. Maulah kaku, maulah kaku, maulah kaku di sana. 你说那要讲快点，你说那，Bonjour， 你说那，来一起唱来。这首《马乌拉海卡布迪苏阿难》。Sa
来最多讲原住民语的时候。好，那今天最后一首歌《纳鲁湾》，希望很快有机会可以看到你们，好不好？喜欢我的话，礼拜天最后一首歌你们可以拍，你们喜欢我的时候就可以看。